有一日，麥兜行去麥麥最鍾意去嘅涼茶鋪，見到門口寫住買3送1。佢不其然諗起以前麥麥成日拎住4杯涼茶，笑住咁講：1人2杯，身體健康。但其實到最後，麥兜只會飲1杯，而其他嗰啲就俾麥麥飲晒。今次佢猶豫咗一陣，決定買1杯。老闆就好奇怪咁問啦：唔買3杯，送1杯喎，平啲喎。麥兜就笑一笑，就講啦：以前有人會幫我飲晒，飲唔晒嗰啲，而家冇啦。老闆娘點一點頭，跟住就講啦：其實你照可以買4杯，之後擺1杯放喺前面，當佢仲喺度陪你咯。麥兜拎住杯涼茶，望一望對面個位，然後就搖一搖頭啦。唔使啦，如果佢真係喺度，佢一定會話：麥兜，你又亂使錢啦。講完之後，佢笑咗一聲，然後慢慢飲咗杯涼茶，苦中帶甜，啱啱好。佢心裏面諗：人分開咗，有啲嘢習慣係會變，但係有啲回憶都仲係留低咗喺度。